各位聽眾，歡迎返到嚟收聽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喺呢度我會分享女人40後嘅生活體驗，同大家一齊去探討點樣喺繁忙嘅生活之中揾返自己，儲翻啲能量俾自己真正活在當下。首先想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不知不覺呢個節目已經去到第12集啦。喺6月至到8月期間 Podcast 會隔2星期出一集，因為我個仔放暑假啦，所以我要將啲時間分配好，我會將主要時間投放喺照顧家庭同埋學習上面。不過我都會儲定好多好有趣嘅嘢喺 Fred 同嚟緊嘅集數同大家分享。前幾日同一個新相識嘅朋友出去食嘢，大家好開心咁傾偈，咩話題都講，以前鍾意嘅明星啦、漫畫啦，話題一直講到中學以後喺 college 嘅生活。當時上嘅堂大部分都喺上晝，所以好自然咁就去咗搵 part time。一開始我就去咗做 telesales， 係喺一間大型嘅電訊公司做電話推廣員，嗰份工都幾有成功感噶。不過下晝6點就收工，當時嘅我真係精力無窮，放咗工仲有好多能量。既然無所事事，我就搵多份 part time 啦。去咗一間日本料理餐廳做侍應，嗰度到制服呢係一套紫色嘅浴衣，都幾靚噶。可能係因為咁，我就入咗去做啦。細個諗嘢真係好簡單啊！喺餐廳遇到嘅嗰啲朋友都非常之令我大開眼界。當時大家只係得18、19歲，普普通通嘅年輕人，但佢哋已經經歷晒大肚，又墮胎，仲吸毒。嗰時嘅我仲未明白，但而家諗返起，如果嗰個係自己嘅仔女，真係好心痛啊！令佢哋身體同心靈都受咗咁多痛苦，真係好想返去嗰個時候，緊緊抱住佢哋。當時佢哋仲咁細個，我亦唔知道佢哋童年經歷咗啲乜嘢。不過我都知道青少年嘅時候，無知同埋朋友嘅推波助瀾，真係好容易令佢哋誤入歧途噶。我慶幸除咗屋企家教森嚴，由細到大父母教我嘅價值觀，同埋當時自己真係好堅持冇跟住做一樣嘅事。當然啦，我冇資格去評論人哋嘅人生，但至少我知道，如果我咁樣做嘅話，今日行緊嘅路一定係唔一樣。我諗係因為我阿爸都係咁啦，自己一套，唔會跟隨大眾嘅步伐同埋想法行事。從佢身上，我學到所謂嘅急流勇退。當全部嘅羊都衝住同一個方向，我係咪都要跟埋上去呢？定係望下前面到底有乜嘢咁吸引，權衡利弊之後，先再決定跟定唔跟？我阿爸由細到大都會講好多點樣保護自己嘅方法。能夠同毒品說不，係因為我好驚試咗一次之後就會上癮啊。同埋呢，我好唔鍾意嗰種身體唔受自己大腦控制嘅感覺，我覺得好唔安全啊。唔知喺我冇辦法控制自己嘅時候，人哋會對我做啲乜嘢？人哋叫我去做每一件事嘅動機係乜嘢？或者我未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但至少我已經知道自己將來唔想成為邊一啲人。諗返起咁多回憶，有啲部分係非常之美好，亦有啲部分係非常之痛苦嘅。不過我就選擇淨係記住美好嘅，同埋喺經驗中獲得嘅教訓。嗰啲教訓成就咗今日嘅我。我都幾肯定當時嘅我有好多唔開心嘅時候噶。不過我都忘記晒咯，或者都冇必要諗起，就將佢哋繼續放喺嗰個塵封嘅紙箱入面。唔開心嘅時候，嗰個痛苦嘅感覺係非常之強烈噶，無論係身體定係個心，大腦根本就分辨唔到呢啲痛苦係嚟自邊一度，所以長期感覺悲傷嘅人，身體狀況都唔會太好。負面情緒消耗一個人嘅能量，比你想象中大好多噶，大到可以用盡一個人全身嘅力氣，每日身體就好似喺黑暗中跑緊馬拉松咁樣。
但好奇怪嘅喎，人呢係會沉溺喺嗰種痛苦嘅感覺入面嘅，甚至喺無聊嘅時候會特登去回想呢啲感受。點解會咁奇怪嘅呢？原因有3個。第一呢，就係神經科學入面講嘅威脅防禦機制。大腦對痛苦、危險同傷害嘅記憶比對快樂嘅記憶深刻得多。大腦之所以反覆重溫嗰啲細節，其實就係啟動咗佢嘅安全防護機制。潛意識覺得呢個傷害實在太大啦，必須要不停咁複習所有嘅細節，確保下次遇到同樣嘅信號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逃走啦。我哋嘅大腦以為反覆思考就等於尋找應對方案。而第二就係屬於心理學上面一個著名嘅塞加尼克效應。人類大腦對於未完成或者未解決嘅事呢，記憶力就遠遠超過咗已解決嘅事。因為一嚟我哋心入面好想尋求一個答案，二嚟我哋都唔甘心冇一個完美嘅解釋，大腦就試圖將呢一段記憶歸類為未完成事件，試圖喺回憶中改寫個結果，尋找一個合理嘅交代。而第三呢，就係我所講嘅負面沉淪，對痛苦上癮啊！當我哋憤怒、悲傷或者委屈嘅時候呢，大腦係會分泌大量嘅皮質醇，即係所謂嘅壓力荷爾蒙。佢會幫我哋回想翻痛苦嘅經歷，身體亦都會感受翻同當時一樣嘅感受。喺反覆回想嘅過程入面，身體嘅細胞呢就會習慣咗呢種高濃度嘅壓力荷爾蒙。所以當我哋平時生活平平靜靜，冇乜特別嘅時候，身體反而會一啲戒斷嘅症狀，例如覺得好空虛啦，好無聊啦。為咗揾翻嗰種熟悉而強烈嘅活着嘅感覺呢，潛意識就會主動揾翻啲痛苦嘅記憶嚟刺激身體，分泌翻呢啲咁重口味嘅化學物質啊。咁到底我哋要點樣去擺脫呢啲負面嘅沉溺呢？啲人成日話唔好諗咯，唔好諗咁多啦，諗咁多做乜啊？但係你同我都好清楚，越逼自己唔諗，越去壓抑，佢就越會彈多啲出嚟啊！咁到底我有啲咩成功破局嘅方法呢？就係要去揾其他嘢彌補，即係正面沉溺，好似去學一啲自己好有興趣嘅全新事物咁樣。正面沉溺喺心理學上面係可以完美咁樣破解咗呢個惡性循環嘅。因為正面沉溺可以提高高刺激、高回報嘅感受，達到心流嘅狀態，可以隔絕所有喺日常嘅焦慮啊、自責啊同埋壓力咁樣。就係咁，大腦嘅注意力已經全部用晒喺理解新嘅事物上面，自然冇多餘嘅時間同能量俾杏仁核去搞事啦。同負面沉溺啱啱相反嘅係，正面沉溺會令到我哋身體更加健康，會產生更多能量，就可以令我哋做到更加多嘅事啦。其實我今日最想帶俾大家嘅一個信息就係，人喺成長嘅過程當中，有邊一個會冇犯過錯、冇受過傷？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啲遺憾，但請你記住，痛苦係真實嘅，但要唔要決定繼續受苦，選擇權其實喺你手上。千祈唔好再沉溺喺自責，或者不斷去尋找一個永遠唔會得到答案嘅迷宮入面。望返轉頭，當年做錯決定嘅嗰個你，以佢當時嘅認知同埋經驗，佢其實已經做咗當下最好嘅選擇啦。嗰一刻嘅你，並冇今日嘅你擁有咁多嘅智慧，擁有咁多嘅知識。所以我哋必須要承認同接受，件事已經發生咗啦。但更重要嘅係，你都已經再唔係當年嗰個你，你已經喺教訓中成長咗啦。請原諒過去嘅自己，行過去，緊緊咁抱住嗰個因為犯錯而一直感到無比痛苦同委屈嘅自己。嗰個喺你心入面收埋咗好多年，一直低頭喺度喊緊嘅小朋友，請你今日攬實佢，同佢講，一切都過去咗啦，唔使再驚啦。而家強大嘅愛喺呢度，我會好好咁愛護你，保護你。只要你願意，40歲之後，我哋依然可以每日都會進步，活喺最好嘅當下。
多謝你收聽，啱啱好，我喺度，我係 Maggie。喺6月到8月期間，Podcast 會隔2星期先出一集，最 update 嘅情況會喺 Thread 度同大家溝通。想繼續聽，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Podcast 可以喺 Apple Podcast、Spotify 同 Spreaker 都可以聽到。多謝你今日嘅時間，拜拜。